是公司职员，应该是来面试的吧？依恋，快过来！哎，不是小孩，你怎么说呢？谁是坏人呀？干嘛呀你啊？你干嘛呀你？你个大男人欺负小孩子，你想干嘛呀你？我没欺负他，我想跟他玩一会儿。玩什么呀你啊？你不是，等会儿，你谁呀你？我是他监护人啊我。你的监，我还是我的监护人呢。得了吧你，无赖！哎，不，放开我！你干嘛呀你把话说清楚，我怎么欺负他了？你没事给什么铃铛啊我你就是欺负他了，你还哎呦狡辩什么呀你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依然奶奶你来了，啊好吗？我挺好的。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叫林天乐，是我的亲孙子。你呀，他呢是你刘奶奶，你记得吗？就您那闺蜜呀？对，她呀是他的孙女儿，叫依然。嗨，人家刚来，给人道歉，快点去。我给人道什么歉呀？啊，去。哎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错了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啊，这是依恋，依恋快叫奶奶。奶奶好。哎呦，真乖呀！来，你也得给人家道歉。孩子我还道歉啊，快点。行，小美女，刚才对不起啊，不该欺负你。来，对这梨儿送你了。哎呦，没事儿啊，有奶奶在呢啊。奶奶跟他说句话啊。哎，来。你这孩子太不像。哟，你这儿怎么了？哎呦，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没事儿。您先说他俩的事儿。哦，好，咱们两家是世家，没有理由不互相照顾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家里头，你爸和你那小妈正怀着孩子，家里头太乱，我也顾不过来了。你那儿不是空着呢吗？就让他们俩住你那儿去。啊？我那儿？来，进来。依恋，别乱碰别人的东西，听没听见呀？别跑，小心摔倒了。那个，你别担心啊，我跟依恋就在这住几天，等过2天找到房子之后，我们立马就搬走。今天我也没想到奶奶会让我住到你家来，我以为她只是想见我一面呢。不过，谢谢你啊。既然我奶奶说了呢，住是肯定会让你们住的。但是我这人呢有一习惯，咱得把这规矩啊立在前头。第一，我这人呢平时喜欢安静，所以没必要说的话就别说。第二呢，好奇心别那么重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别看，别影响我的个人生活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，这屋里所有的东西不许换位置，最好也别碰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我刚说完，听见了吗？不碰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哎，你们俩呢，就住这屋。好，卫生间在这儿。这卡你拿着。晚安。哇，好大！小点声。干嘛呀？天乐，天乐是你叫的吗？晚安。
眼前的游魂呢？吓了我一跳。没想到，关了灯，从这儿望下去，这个城市还挺美的。什么叫还呀？这个城市啊，本来就很美。它曾经不美过。什么时候不美过呀？说我听听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个城市的夜景啊，就跟一个女孩一样，它够不够美呢，决定你以后啊够不够想她。不知道有人看到这景色会不会想起我？谁想你啊？说我听听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跟人依恋俩人跑上海干嘛来了啊？哼，我知道了，离家出走的吧？跟爸妈闹矛盾了，是不是？嗨，闹点矛盾算什么呀？哎，跟爸妈认个错，低个头，不就过去了吗？你呢？听说你跟你爸爸关系一直不是很好，我只是觉得你……天乐，你怎么可能会明白呢？因为你就是我回来的第一步。我要从你这里开始，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。天乐，我要跟你换着玩。你那不是玩 iPad？依恋，别动天乐的东西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从哪儿翻出来这么多照片啊？啊？这些照片怎么都没有颜色？这是老照片，都是黑白的，所以没有颜色呀。哦，这是谁啊？这应该是天乐小时候吧？你看跟他多像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快收起来！天乐回来了，快收起来！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动我东西啊？别乱动我东西！怎么了？这依恋想看一看，这影响到你了吗？你干嘛这么凶啊？不是，你还真生气了？不就看你几张照片吗？这是我妈妈的照片，她已经不在了，从来没人动过。对不起。惹祸了？第一组、第二组不能给我设计方案的话，不用给我了。唐总好。那女孩谁？他不是公司职员，应该是来面试的吧？这个岗位呢，我们已经招满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岗位啊？办公室的工作都可以胜任的。很抱歉，我无能为力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我不相信他会这样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。没有误会，你不可能嫁到我们家。
求求您了，您就让我见他一面吧。没有必要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姐，看什么呢？哦，借酒消愁啊。哎，没事儿，他心情不好，让他喝吧啊。8年来我受的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？哎，那自己喝成这样啊？那个，是你给我发的信息是吧？真是太感谢了！你要不给我发的信息，我真不知道今天晚上他应该怎么办。谢谢你啊！哎，那什么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哎，这女孩是你们店里新来的吗？我说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女朋友吧啊！都喝成这样了都。不是，这不是我女朋友。你甭跟我说这些，我给你叫辆车，赶紧弄走吧。哎，别！哎，你这时候叫一出租车，人谁拉喝成这样的呀？算了，没几步路我背回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兄弟，我那自行车先扔在店里头，你跟小五说一声，我明天过来取。